라마당 공부 참여야라 차체로 강기 로드 dim니 딘 인더 남다 러세웨 진이 되긴 지시 세치 얘기 토가 렉방지 칸다 시베 준라 머리 멘도 동에 기세웨 조조 군라 부지 다즈 예라 조주 양대송周大切着年木年龙来给加州追在进，马里没些东爱牛个今年就在热天南，对呢他进社区他算原点绿洲也在多一个，就这就当就你现在大路没些江北养了对。Umar bazan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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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r bazan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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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r bazan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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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给新热为谁去？大陆地母明白入些呢？噶当电锯雄鹿多把伊，落着宝贝那瓦在头是。啊，我们上次上到了这里嘛，是吧？第那面写不得多，第四个，前面第四个所谓的这个国不设计的来源呢，开始鬼气是吧？这个位也是要改嘛，位格的位，位格转身格分为几种，这个位置好像是那个是。对未来的那个未，为什么的那个啊？因为的那个未，因为的那个未啊，不是未来的，对不起，因为的未，谢谢。好，所以位格。所谓的位格的部分，下一个是它的例句嘛？这边上个礼拜讲到了什么叫位格，那位格很明显的可以凸显在句子里面。什么时候知道这是位格句子的时候呢？就明显有讲到这些气类团度这几个是。如果是在句子里面有的话，那都是可以，属于可以列为位格的那个句子。那个上个礼拜有提到的部分呢，也提到，先复习一下的，这边是提到说，录中给团气录这大多多，是不是？所以为了学习，经常去学校，所以有了一个为了这件事做什么事情，那它一定是属格，它属于这是位格，对不起，它是属于位格了，也是看这个大多周这边有个拉顿的切，就是所以。在这里就是位格的譬喻嘛。我们提到了制作对了长电启动我会切，根据这个句子来分析，制作对了长电启动我会切
这是为了正义在立法院前面对举行抗议。针对这个句子来说明的话，它是一个属于位格的句子。那属于位格的句子的话，这个里面的所谓的场丁切是正义嘛？场丁是正义，是不是？为了正义，所以为了正义，这个是我把设计给它，就是这个句子就已经说明了它是属于位格。我把设计给我把就是目的嘛，这个已经讲到了目的呢，是不是？正义就是目的嘛，所以已经非常清楚地强调了这个目的。所以讲到国把设计，国把就目的设计的塞沃切瓦，国把塞沃切瓦就是塞沃就是清楚，是非常清楚地叙述目的。这个场丁切这个句子，除作短度，那为了正义，那是在哪里？地点是在哪里？再讲的是巧约鱼，巧蛙是动作嘛？巧蛙是其实一个动作，这边是切是一个动作，他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做这件事的话，做的事情在哪里？地点是在哪里？巧约鱼，巧蛙是动作 action， 他做的，那做在这个事情在做在哪？地点是在哪里？说巧约鱼。那地点是立法院，前就立法院前嘛，操作短度。那这边有他写不就图那他写不就图虚词，就是拉那个的虚词嘛，拉团，拉团有几个虚词，总共有几个虚词？拉团7个嘛，对不对？7个，所以7个里面其中一个，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讲个他写图？那前面前加字是前面的前加字的那个后加字是他，是不是？所以他后面可以加一个图。那么希望打拉团给切，它这个里面呢，它是属于第4格，8格里面属于4格，而且这个图呢是位格的虚词，我归切这最后那个做事情，做什么事情？我归切抗议，我归就是抗议，做了这个抗议的动作，所以举行抗议。那这个我归切什么？查列党这位朝的推掉吧，文件规查列列党就切不不党就查列党就这个就是这个游行这个事情就是抗议我国就是抗议或者游行，这是我们翻成的抗议，我国就是抗议。那我国本身是一个名词，我国是一个藏文里面的话，它就是一个名词，因为名词在后面加一个动词，且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抗议所谓的我国是跟做这个动作是有关联的，所以恰列党这位巧而且呢，它这个动作呢是过去式，且所以为了什么事情做了这件事，已经过去式了。这一句它有2个虚词是吗？有，这边拉，没错，有2个虚词，
这里有个，对不对？啊，车座顿拉长丁气图有两个虚词，那这个拉那个不能说是它是那个位格，不可以说位格的说明位格的这个是以这个来代表。目的的是那个图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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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也是拉那个，但是光看车座顿拉长丁。那个拉炒作对了，这个是不是我们是讲到的那个处所，就是在哪里是处？对对对对对对，位处所嘛。啊，巧为于这个炒作对就是本来就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那个立法院，就是炒作对啦。你不觉得那个图哈，它右边有说明说第四位格以及位格虚实是什么意思啊？哦，是第四位格，它是属于八格里面呢，八格的里面是属于第四个目的的。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拉丁个切，它本身是图是一个虚词嘛，虚词。那虚词有很多，对不对？拉丁的虚词或者属格的虚词，有好几个。所以这个里面它是哪一个虚词呢？就是位格的虚词，拉丁拉丁。我们有讲到勒度知道吗？第一个讲到那个结束，我们全部结束的时候，后面加一个陀、月陀、麦陀，那个陀也是虚词嘛。那是第一个。那是它不是格，八个里面不属于任何一个，但是它是属于勒度切勒度拉丁。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虽然有虚词，虚词包括有官带的，可以官带跟独立，我们自主的跟非自主的虚词分两个，是不是？或者自由的跟不自由的虚词。所以自由跟不自由的虚词里面，光这个不自由的虚词它有分类好几个，一个是这边所讲的拉丁的虚词，还有属格的虚词，还有作格的虚词。勒度拉的印点研究，학제好几个虚词。但是现在我们这边的台小之图呢，是属于拉丁里面的，因为我们拉丁里面有几个虚词，7个嘛，7个，拉丁有7个，是不是？7个虚词啊，你刚刚讲到有7个嘛，它不是属格的虚词。我讲的就是这个虚词是属于哪一个方面的？来，我现在把那个虚词跟转身混在一起。是不是你之前有讲说那个转身跟虚词是有四句型？转身跟虚词是不是有四句型？有，这个是你说转身什么是？那不是是转身又是虚词。转身不是虚词。是虚词不是转身。这里不是转身。这边的拉这个词呢，是不是转身词？是虚词。是虚词。不是转身。不是转身，就是这个句子里面它没有转身的含义，它没有这个作用，没有转身的作用。
如果是转生的话，这个来那个它一定有一个作用嘛，它是针对这件的转生的来去看待。那个后面那个图是转生吗？不是，这里没有转生，完全没有转生，完全没有转生，转生的比较少，比较特别上面才用得到的。前面为什么说位格转生啊？你讲一个位格啊，你转生，我是理解成你说的是这个转生吗？啊啊，这个位格转生是可以了。我刚刚你讲到转生的时候呢，我就理解成什么呢？就是一个相反的，呃，嗯，就比如说，呃呃，团圆了这个面孔，比如说，嗯团圆了这个面孔有一个啦，比方说我之前说团圆了这个，所以意思说有意义，但是呃呃有意义，但是不懂这个词汇。团圆了这么过，虽然这个有意义，但是我不懂这个。虽然这个有意义，但是我不懂在讲什么。那个时候有用了一个拉来拉，所以这种用的时候也会用到这种个拉。我刚刚理解成那个转身，转就是前面跟后面的句子相反，讲的相反的时候，中间也会用一个拉来可以取代啊。我讲到我刚刚听到的理解是那个转转身，那你刚刚讲的是这个吗？啊，位格转身啊。啊，所以你问的是转身跟对，就是那个图是位格转生嘛，哈。对，这个也是图示转身，没错。如果是依照这个来就转，没错，是然后那个前面那个啦是虚词啊纯粹虚。那个啦也是转身啊，也是转身，也是虚词啊，但是不能说是位格虚词它可以说是位置的位吗？位格啊，啊。可以，位置的位的话是这边就是那个。啊，对，位格。那我不懂为什么一样是图，然后它是第四位格以及位格虚词，那后面那个是这个图，它又是第四位格，又是那个位格虚词吗？是这样吗？啊，它这个图呢，图指的是这个句子里面的啊，不是整个图是位格。这边解说的时候，我们现在这里解说这个句子，这个句子里面有个图，不是说整个图是位格，不是说整个虚词是整个这个图是位格，不是。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句子里面的这个图，是代表是位格，对，第四个位格。它的作用在这边是。对，它这里起作用是第四个位格的起作用。那如果图的话，它一定是位格吗？不一定，它也是在这个拉丁第二个什么？我们那个连书桥翻成啊叶格，叶格里面也会用得到吗？图，知道吗？我们那个叶格它既是
转生又是虚词嘛，是吗？对，没错，是虚词。虚词来讲，虚词的话，这些都是虚词，有的会说成是助词嘛，助词有翻成助词我们也有提到助词，有的会是提到虚词，这两个是同义，就是都会用都翻译在上面，有些文法里面把这个都说成助词啊啊，格助词，不助词也可以啊，格助词，前面前面有那个7个格助词的，有8个的，有10个啊，那个格助词是我们分8格的时候呢，就说成格助词嘛那不说格的话，那就单一的说助词。还是不懂。我还是不懂说这个图红色这个图呢，它在整个句子里面呢，它的作用是第四的位格而已吗？对，它的起作用的是，我们是首先是这是这个一个句诵，这个句子，那我们判断这个句子是8个里面的哪一个，对不对？第四。我们用8个里面是哪一个的时候，我们先要看它用的虚词是哪个那这里用到虚词是它是不是图还有啦有2个，那这2个是在这个自由虚词跟不自由虚词2个，对不对？那这个呢是看它是不自由虚词，图是不自由虚词，这2个都是不自由虚词，一般是扣入都是在不自由的虚词里面，这2个都是。拿跟拿不是自由的，拿跟拿是它是在分的时候呢，是在不自由虚词里面有拉吞，这个拉吞里面有拉吞本身是这个拉吞呢本身属于不自由里面，不自由有8个，不自由勒度，好，跟你说勒度我们学过嘛，勒度是我们就看前面的，你们看前面勒度是不是有虚词？勒度是我们文法第1个里面就有讲到勒度，就是最后的结语词，语中词。语中词，如果是语中词的虚词的话，也是属于不自由的。那这边是不是语中词，对不对？拉跟图不是语中词。第2个是拉吞叶格列斯桥拉吞叶格，如果是叶格的虚词有几个？有7个，有没有？11颗。因为你刚刚回答的时候有说有7个啊，苏拉如图那拉图，这7个是叶格的虚词啊，叶格里面用到的7个虚词。那叶格本身是属于哪里呢？它是属于不自由的
叶格本身是属于不自由的所以它的属于不自由的，所以不自由的虚子本身是有7个。那我们在叶格里面去看，7个里面就有2个它是可以自由的，它是不用看前字的后加字的。但是叶格那个里面来说，叶格本身是属于不自由的。但是它里面有2个虚词是自由的。对对，那叶格呢就是属于不自由的。但是你要说，就如果是就辩经的方式来的，若是叶格的虚词，一定属于不自由吗？那就是不骗。就是类似那个跟常法有交集。对对，比如说所知是常法，若是所知不等于常法嘛，是不是？对，我们这么说嘛，所知是常法，若是所知不等于常法。叶格的虚词是属于不自由，若是叶格的虚词不等于不自由的虚词。这样懂了吗？所以我们刚刚是这样说明，然后就看这2个是这里吗？下面就我们刚刚去判断的时候，那这2个是属于位格虚词位格的，对不对？拉达图这2个都是位格嘛。那我们现在主要判断是塔希图这里，对不对？那塔希图它就是位格的虚词。首先看它是位格的虚词嘛。不是，你是说前面那个位格还是后面那个位格？这个塔希图，我用的是这个位格位置的位，它是位格的虚词。首先看它是位格的虚词，如果是位格的虚词的话，我们就只能判断8个里面位格的虚词用得到的是有3个格。8个里面第二个是什么？叶格用得到这个位格的虚词。然后第4个位格也会用得到这个，也是用的是位格的虚词。第7个处格吗？余格余格。第7个余格也用的虚词是这个位格的虚词。所以如果用了这个7个虚，有7个嘛，苏绕如图那拉都，对不对？有7个，所以有7个的时候，8个里面只能我们马上判定的说，首先它搞不好是第2个，或者是第4个，或者是第7个，先判定是这样，不要管其他的。范围先对，锁定。方位锁定。那3个格里面，2格、4格、7个里面，它是属于哪一个？它是再来在3个里面去选嘛，是不是？3个里面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有了切图，有为了什么什么，对不对？那它一定是位格，对，不用去看了。他不用去想其他什么什么2格吗？还是7个吗？不用去想。
它前面明显的说明了为了什么什么。那不就所以他先判断的是判断后面那个位格，然后看那个切，然后锁定，其实那就是那个位格，这样是吗？对，哦，对。然后这个你们也会，我觉得你们会以后的是这个，这里我们翻成是位格嘛，对不对？位格的时候，8个里面还是其中一个吗？它这个不是8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啊。它虽然是讲到翻译成位格，藏文里面拉吞嘛，拉吞是没有提到8个里面，8个里面没有叫拉吞的。没有。没有。虽然它这里中文翻成的时候有个格，所以有的格的时候，8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吗？8个里面没有一个位格，对不对？对，没有。嗯。我觉得你说8个是包括一个叫呼格吗？要有呼格，就是8个里面是有包括呼格吗？要包括呼格。如果是7个的话，没有包括呼格。没有。那10个的话就再分里面，8个里面再分。2个字分。对对。首先你们就暂时先记住这个有个什么为了什么什么，后面加一个这样的，前面有个为了什么什么，就有加一个这个位格的虚词的话，这个句子就是属于第4个。整个句子。不行。那请问那个图它要先锁定它是位格这个范围嘛？后面那个位格这个范围。对。那它要判断，它要锁定它是位格的这个位格虚词这个范围，是从哪里判断的？是从前面那个喇吗？你说你讲的位格是这个吗？对。这个吗？是先从前面那个喇来锁定的吗？不是前面那个拿锁定，本身它下去图，它是我们苏热鲁都拿了，不是有7个吗？7个里面其中一个啊。7种里面其中任何一个，它就是属于位格虚词。这边有点复杂。它没有，如果是讲它又不是名词，图啊。会，那你这个一定会刚开始，而且你们目前我们没有练习嘛，没有作业，没有做作业。这个文法是其实一定要有做作业才会像英文的那个 grammar 嘛，grammar 也要做很多练习，是不是才会清楚嘛？那我过去了啊。再来，也是同样的句子，别句是吧？lop中ki团切，lop中ki团切。这里有个团切，对不对？lop中ki团都切，lop中ki团切，lop叉大的着，lop中ki团，lop中ki团切，lop叉大的着，lop中是学习嘛，团契就是为了学习，lop叉就是学校。这里有个拿了一个 lop叉，对，这个要知道这是拿了一个又是位格，对不对？lop叉
大度着，就是这是大度着。啊，我觉得那个大度前面的大是什么意思？大度就是经常，经常啊，啊，大巴了大巴。就是每天的意思。哎，不行，那这个可以把那个落差放到最前面吗？然后再把那个落重给填切，落差了，落中给团气，大度着，可以啊，就是跟前面那个抗议那个一样。可以，可以。这个句子你把它落差放在前面，句子不会改变。藏文里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句子啊，可以啊，你把落差落中给团气大度着。啊，杨家就说了呢，落差啦，我们如果用这个啦改成啦的话，落差啦，落中给团气大度着。啊，这个吗？这个然呢改成啦，落差啦，不用改也可以啊，落差，你可以照样用这个也可以啊，反正都是位格嘛，拉丁给切是吧？要然，因为它是拉跟它是自由的嘛，它就不用改，而且这个然呢，它也是没有前面字的后加字的时候才可以用嘛，这个是都可以，位置可以换，句子内容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句子分析这个句子，为了学习经常去学校嘛，落中给团气就是为了学习嘛，它就是这个说明了什么？它就是位格的转身，搞把设计的就已经说明位格了，是不是？气团气有没有？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就已经字就讲得很清楚了，落差到学校说巧约语就是要去哪里呢？去的方向是什么？去的对象就是学校嘛，学校哦。大小句度那就是虚词，那么写完到哪点个这，也就是位格以及呢位格的虚词。这里讲的太多了，只是也讲可以直接讲它是第四的位格也可以，我再进一步说明了，它是位格虚词，但是虚词是属于哪一个虚词？就是位格的虚词。我们刚刚去判别的时候，先看这个虚词是哪一个，虽然它是不自由的虚词，自由跟不自由里面它是不自由的虚词。不自由虚词分好几种，我们刚刚讲到的几种是什么呢？勒度是什么？结尾语吗？勒度拉丁叶格是不是？列小叶格列是桥叶格，所以我们教过乐格，那它就是属于叶格，那属于叶格里面勒度不是叶格，叶格的话就是讲叶格的话就是8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嘛，我们不要讲叶格，我们讲它是拉丁位格，拉丁我们数一数啊，有不自由的是一个是结尾语嘛，勒度位格拉丁
还有阴颠，阴颠是具有意，我们有元音有，这个我们还没有教，但是你们现在问的是要意，阴颠有意，我们不是有起鼓小就讲过吗？起鼓小就讲过哪路，对不对？具有意的，就是有一个是属格，我们用属格的时候起，对不对？我的什么什么的，它有起，对不对？起鼓，这有5个，虚词有5个，属格的虚词有5个，还有我们刚刚讲到卡雅的卡有起，如果是用后面加一个萨的话，它就变成了作格。作格用的，作格跟属格的2个虚词都有意，所以称为这2个作格跟属格的虚词总称为阴颠。提到看你听到就是阴颠的时候，那就是属格或者是作格。属格跟作格的虚词都是不自由的，一定要靠前面的对后加词。几个我们数到了，不自由的有几个？前面不是，我们不自由的刚刚数都是结尾于了度，对不对？然后是拉顿位格，然后是阴颠还有阴颠就是说属格跟作格都是不自由的，了度拉顿阴颠，还有隐度，有个叫隐度的，有个我们通常会隐度的却是降阳什么阳这3个虚词是隐度，也是要靠这个不自由。对，但先因为这些还没教嘛，那你们就会弄混，先不要讲下去了，因为前面那个所以反正呢不自由的时候有这一类的，那我们目前不自由的会都是位格，它就是这个图呢就是不自由的虚词，而且是属于位格里面的虚词那如果这整个句子依据它来讲，它是属于8个里面属于哪个呢？就是第4个位格。我国，这不是下一页嘛对，做就是做一个动作，是不是？恰列单这位巧话的毛不容这个，那这个呢就是它虽然是跟那个动作发生的时间有关系，所做事这动作发生时间有关，要用来未来式，所以为了学习经常到学校，那这个整个句子我们讲到为了学习经常到学校，这个里面有个都，它是位格的虚词，所以依据这个它是属于8个里面是哪一个呢？它就是位格那边写吧，因为有个团切，为了什么什么。现在记住的是这个句子里面呢，用了位格的虚词，而且这里面特别强调为了什么事情做这件事。虽然做了有个动作，但是没有提到为了什么做这件事。
只是一个做了事情，有个动作而已，那搞不好它是业格。像就是我去lopta了多，去学校 lopta 了多去学校，这边有一个拉赖格这个是业格，他没有说一个目的知道吗？只是说明，只是去而已，仅仅是做了一个动作，是去学校，没有说明去学校干什么，为了什么，没有。对，但是呢，我们上次跟你们讲到三界了恰切，对不对？对佛做礼拜，三界啦有个喇嘛，三界啦恰切对三宝观就松啦恰切，也没有特别讲到为了什么什么，没有提到，所以这个句子呢就有个争议。有的时候是位格，有的时候是位格，有的时候是业格，那就看定义来去判断。但是你们先不用这个，也没有这个争议，也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意思了，主要用得上就可以。这个那么我们讲到了业格，我们学到了业格，然后第四个位格，现在要看到第余格，八个里面上余格，那么对别，可顿抗议呢？那么对别，可顿抗议呢？是吧？余格的含义是什么呢？那既然有个余格，八个里面有个叫余格。那所谓的余格怎么去判断呢？点去给我不康熙点西内康熙了约别团点去给我不康熙点去给我不康熙点西内康熙了约别团康熙都是某种嘛，某一个的意思。康熙对，什么康熙呢？什么某种？点去跟我不，点去跟我不就是表能依物，我不就是物嘛点去就是能依。就在我手上那个笔就变成能依嘛，我是所依对不对？这个笔是能依了，所以就比如这边讲的就是点去我康熙点去了原本点去康熙了，某种能依的物呢依存某种所依之处，就主要代表处，就是主要说明是处在哪里，它是所处的是这样的句子呢，这就是余格。比方说寺院有出家人寺院有出家人，广播了查巴语，广播了查巴语有这个里面就有个，我先要看那个虚词是广播啦查巴语有个啦，对不对？有啦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它是它是位格吗？还是业格，或者是余格？这三个先判断这三个。那它不是位格
广播了差不多，我只说了寺院有出家人，他怎么可能是位格呢？不会嘛？那我们就看余格出家众是在寺院，它主要说明谁依于谁，那出家是依于这个寺院那他一定是余格。他也这里面也没有动作，没有吧？有个动作的话，那我们要看他是不是业格，对不对？也没有完全没有动作，没有一个动词那就它是属于余格。哎，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好像是不是上个礼拜有讲了嘛？我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是叮。哎，这个你们已经知道你们为什么刚开始讲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说讲过了。之前你们绘画的时候，你们一到网上就是这个上过了。那我们就看这个问题了。所以像这个滇去或者是滇西，这是文法，这种的专有名词是在佛法里面很多地方都用得到啊。滇西、滇去，这个滇西和滇去这两个属一跟能一，藏文能一就是滇去，属一就是滇西。康熙某种撇步沙丁简单，撇步沙丁简单，撇步沙丁简了，贴吧康乐堂，撇步沙丁简单，撇步沙丁简，贴吧康乐堂，贴吧的乐堂，对，贴吧乐堂，对。撇步是有前加字的，对不对？有前加字的，然后我们是讲，比方说大，本身它是大，一个大字，对不对？大，那它有个前加字，爬有前加字的撇步，爬撇步所以撇那这个大呢，它如果是哒，它是依于这个大是依于那丁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大，比方我们先写大吧，大，那它是它的我们有头尾的那个头吗？我们是讲的是这是鸡字嘛？那上加这个我有点忘记上加，那它这边的上加字我们加一个萨，它是依于这个上加，它依的是萨，它依的是但是前面都有帕，前加字都有帕，所以呢这两个一个依一个依萨有什么差别那它是如果是这边也是颠发音一样嘛，颠，问的是这里面讲的是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个这两个都可以说是颠嘛，一它是一语上加字是吧？它是一语上加是大，所以一颠啊啊啊，配备杀定键呢，配备rat定键，第配备杀定键是吧？配备杀定键是吧？啊，有前加字旁是两个都有，它是一个是一语杀，一个是一语rat啊，颠颠是两个字发音都一样。那这两个字有什么差别？含义上面、意义上面有什么差别呢？开巴抗约当是吧？空塞你了，开巴亲不有？空塞你了，开巴的亲不有？空塞就是前面的，就是以上，你了二者，以上二者有很大的差异，亲不就是很大嘛？开巴就是差异，所以有很大的差异。空塞你了，开巴亲不有多？空塞你了，开巴亲不有多？开巴就是差别嘛，啊，亲不就是很大，有很大的差异。那既然有很大的差异，有什么差异呢？我们就休息10分钟。
差别，对，那就再来看，有很大的差别。皮肤热点经济，开具皮肤热点经济，开具其他的音呢？皮肤热点经济，开具其他的音呢？既然这个有上加字“然”的这个点呢，这个字它有什么特征呢？既然有差别的话，那各自有特征嘛？各自有，那有什么特征？点与甜，点与甜蜜，点击甜，点米吐宝，点与甜，美。如果是再加一个拿的话更清楚嘛？点与甜美呢？点击甜，点米吐宝。如果没有这个所依，那就则这个能依也无从依靠嘛。点与就是所依嘛，点记就是能依嘛，是吧？刚刚讲，如果没有这个所依，那就能依也没有依靠处。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我们就被譬喻来说明嘛。别句通呢，我这其他的切当。别句通呢，我这其他的切当。别句就是譬喻嘛。我这就是说明套呢就是以什么什么，以什么来说明。那如何记得就如何，且就是如何做。那如何在如何从举例说明，直接翻译的话，那我们不觉得呢？我对其他几个人，我们通常是任何事情你不了解的话，你就说打个比方来说嘛，对不对？打个比方来说明，那别你就说你用譬喻来说明的话，别觉得呢？我对其他，那这边是如何以举例说明？那我们讲绿了，sem点巴汤。绿了，sem点吧。心是绿就是身体，sem 就是心，所以是这个心是依附于身。这个心是依附于身的这种的依法是怎样呢？没有这个身就没有这个心。比方说你看你的身体，如果没有你的身体就没有你的心。你看你的心跟你的身是今生的，你的心事跟今生你的心是互相依存嘛。没有你的这个身体的时候，也没有你的今生。你的来世就会出生在哪里？那个是心又是依于那个身体嘛。所以这个依语就讲的没有这个所依，就有这个能依也不存在。是这样的依法呢，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依是颠颠了远就颠不得不，颠了远就颠不得不，颠了远就颠不得不。丁就是供杯，远丘就是供水。当然有供杯也有水，但是供杯里面的那个水就是依于什么呢？供杯嘛。没有这个供杯就没有这个供杯里面的水，这个依循方式啊。
水也有，供杯也有，但是供杯里面的水是依于这个供杯，没有这个供杯就没有供杯里面的水，这个依循方式啊。那另外一个点呢，譬如沙丁碱，譬如沙丁碱的开具其他的异能，譬如沙丁碱的开具其他的异能，譬如沙丁碱的开具其他的异能，开具跟这是这它如果是这个上加字沙的这个点呢，它的特征是什么？偏居저와 매바 짬，偏居저와 매바 짬기 권에 땜바 티노，偏居就是互相，对不对？저와 매바互相没有什么关联啊，互相没什么关联啊매바 짬기 권에就是仅仅互相没有什么关联，只是彼此存在啊。매바 짬기 권에 땜바 도就是表示依存关系，并不依赖于彼此而存在。这吗？偏居就互相嘛，저와就是有关联，저와 매바就否定了，没有关联。매바 짬기就是짬就是仅仅是互相没有关联。这个国联就是依只是以互相没有关联而所存在的。땜바这里的땜바就是依存而是存在，依存这存在吧땜바。那既然是颠有了这个颠，它怎么解说这个颠呢？我们别句通呢，我对其他其他，别句通呢，我对其他其他，拉玛颠吧，面巴颠吧。好，依循上师，它是依循上师，有了这个依，那依循上师，没有这个上师，你不存在吗？你是在吗？对不对？面巴颠吧，你依循依师，没有这个依师，你也是在啊。所以这两个关系虽然有讲一，但是意思不一样嘛。前面那个颠完全是所依跟能依的关系一定要没有这个能依，没有这个所依就没有这个能依。后面这个颠呢，不是这种所依能依的关系。你是医学医生或者医学上师，第二行那边说表示依存关系并不仰赖于彼此而存在，那个仰赖是不是把它改成依赖？对，仰赖不行吗？可以啊。对我来讲，那个依赖强。我一定要靠着它才会存在嘛。能依跟所依嘛。不依赖于彼此而存在。
那如果你们觉得比较恰当用依赖，就用依赖，不依赖。然后这边依循不需要不依赖嘛，我存在不依赖那个上师存在，我才能够存在。不需要就是对，没有这个能依跟所依的这样的一个不在一个一定不存在的这种的关系是在这个上面没有。发音都一样嘛，点点点也是有一的关系。这样就两个点的内容理解了吗？两个不同的点。남이 둔바르 튜숨기 남샤 최괴삼 남이 둔바르 튜숨기 남샤 최괴삼 남이 둔바 남이 둔바 남이 둔바 就是什么呢？余格嘛，第七余格。둔바这里用个拿来格，对不对？这是用了一个叶格，不是那个位格的词，对不对？那么둔바 bar，那么둔바 튜숨 튜숨推就是时间嘛，那숨就30。튜숨 튜숨기 남샤 키就是属格的，对不对？做这个文法的属格。남샤就是这边用남샤是概念，就是30的概念。남샤 최괴삼 최괴삼这괴就是需要嘛，那就是说需要厘清30的概念吗？在这个余格里面，像我们余格的譬喻什么呢？前面我们用的是什么呢？余格的句子譬喻是讲余格的时候，一个句子来讲余格的一个句子。공부了茶包语，对啊，공부了茶包语，录差了录处，学校有学生。这里没有什么30嘛，没有用，因为30的话一定要需要什么？过去、现在、未来是什么？它是用在哪里？过去、现在、未来是它是不是过去是不是现在是不是未来是在哪里看呢？虚词可以这样去辨别吗？动词嘛，动词才有30的状态嘛。过去、现在、未来，动词才有30的状态，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这里余格不需要动词，它也可以表明，对不对？所以余格是它不需要30的那个概念。这里还没有说不需要，他问了需不需要嘛？需不需要这个30的概念？前面个点，电器达到啊，天上了，3路东归所，前面个点。电器达到啊，天上了，3路东归所，3路东，3路东，什么意思？3路东，思考，去想，去思考，3路东。我们这个句子里面说前面个是不需要理清，对不对？前面个就是不需要嘛。不需要做这件事，什么？前面个点，什么不需要？30，不需要有30的概念，对不对？不需要30。这里问的是否需要厘清30的概念，对不对？那我们就会说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不需要厘清30的概念。
藏文里面只有这前某个，没有把全部带上来啊。而中文要不带的话又不清楚，所以就不需要厘清三识的概念。前某个前某个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三识的概念。那如果这个不需要厘清三识的概念的话，那要做什么？颠气塔道瓦提，颠气塔道瓦提，颠气就是能一嘛，颠气是不是？你颠气塔道瓦提，那就是这个颠气塔道瓦提朗，颠气塔道瓦提朗啦，颠气塔道瓦塔道瓦就是现在式嘛，塔道瓦提朗啦，这个然不是自己啊，这里的然指的是就是仅仅这个能一铁铁指的是颠气塔道瓦，这是现在时的状态。颠气塔道瓦铁，这边有个铁对不对？代名词，这是代名词，而且是一个助词。那它是这个助词呢，它就是自动的，就是我们有前面讲到的时候，自动跟不是自由跟不自由，但是自由的，这个铁是自由的助词，后面会学到这个字。而且它现在我们这里的代表是代名词嘛，它代指的是颠气塔道瓦，这个铁指的是颠气塔道瓦。颠气塔道瓦铁上了三路东鬼说，就是仅需要考虑现在式的这个状态，现在式的状态，他就不需要去想三识的状态。那怎么说呢？紧住了那不是这边的颠气塔道瓦，比如说我们录出了录出学校有学生，学校有学生，就仅仅看主要看这个学生，颠气就是学生嘛，颠气就是学校嘛，学校就是所依，学生就是能依，就看这个能依呀对，能依在这录出了录出，这个能依是依的所依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学校就不用看许三识的状态紧住了马对呗，切拿了九局其他的呢，紧住了马对呗，切拿了九局其他一呢，紧住就是后加字，马对不就是关带，马对不就是不关带嘛，对吧？就是关带，要这么否定嘛，对吧？这个拿那个刚刚我们这个学过的，请就拿那个就是位格嘛，位格的有7个里面其中一个，对不对？所以紧就了马对别切切就是助词或者虚词拿了有2个不关带后加字的虚词有2个，就是在那个拿来格里面的话有2个，拿跟拿，九区是运用，它运用，其他的就是方式，运用的方式，或者它是拼法或者运用吧，或是加法，它怎么去用？它是不是可以说运用吗？它是运用的方式是需要关带前面的
后加字吗？还是不需要？就是运用的方式啊，如何？那既然是这两个是不关带前面的后加字来可以运用，那怎么运用呢？出囊那雅木，出囊那雅木。如果这个要关带的话，拿那个里面前加字俺后面要加用什么？那个位格有7个里面，嗯嗯，다시 투 낭투 낭투 나 타 나 마 라 라 투有后加字6个，后面可以加다시 투嘛，对不对？那没有，你们没有练习，你们没有背出，所以这个我照那个看那个如命，我们不是有前面的有个表格吗？如果是要关带前面字那个后加字的话，那一定要有图。那拿的话不需要，它是自由，所以可以用拿嘛。出囊度鸟木，出囊水里面啊，水中呢鱼在水中，鸟木就是鱼，这个出囊拉也可以啊，可以，出囊拉鸟木，出囊拉鸟木。出囊拉鸟也可以啊，是吧？可以用的鸟木，人家鱼没有公根，鱼没有公根，啊。可以。就那的鸟做，不太会这么说。就那的鸟啊，你如果要很多就那的鸟猛不，虽然是错式复式，但是不会用到鸟错，假错。统一了，联密，统一了，联密，统一是城市嘛，那个拉是在啊，联密，联就是工作嘛，联就是工作，密就是人，做工作的人，所以呢，工人嘛，联密就是工人啊，那工人在城市。统一了里面，那这两个句子是8个里面是哪一个呢？余格嘛，对不对？在什么什么什么在余格，对，这两个都是余格。还有什么？好，这是句，这个是一个譬喻了，我们同样是练习了。别句是吧？别句。6夜了，牛得不？6夜了，牛骨。6夜了，牛得不？那得不就是如，例如的那个如，6是手，夜就是右手。6夜了，
右手有笔，牛骨哦，啊，或者你可以也翻成笔在右手啊，笔在右手，右手有笔。依据这个例子，我们分析一下，那喇叭叶就是右手，喇叭叶它是什么呢？手艺嘛，啊，能艺，对不起，喇叭手艺，它是手艺，说错了啊，颠就是手艺，对不对？手艺，那有个牛骨，牛骨，萨玛达玛雅的伢是不是牛？萨玛达玛雅的伢，伢是不是牛？卡是不是苦？牛骨，牛骨。那这个牛是颠吧，颠吧，颠吧，就是能医嘛，是能医。数，虚词。那这个虚词是我们看上去它是哪一个虚词呢？哪一个里面的撒写就数？它一定是也是位格里面嘛？位格里面有7个虚字，是不是？色苏卡瓦查达苏热如度那拉度是吧？苏拉如度那拉度有7个，7个里面有数，它一定是位格虚词。那这既然位格虚词，那我们就看它是8个里面是哪一个？那我们就它位格虚词8个里面，我们只能看是它是第2个，或者是叶格，第4个位格，第7个余格，这4个里面是哪一个？我们暂时先看这3个里面，那它没有，不是为了什么什么，但这里面完全没有动作嘛，对不对？所以没有动词，没有动词啊，那它就不是那个位格啊，也不是一个，那就是一个。先这3个里面，我们还不要去看那个，还加上有一个，接下来还会教，有我们提到有10格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8格。颠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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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颠讲的是一放，或者是内有就是这个止语嘛，止语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语格呢，有的会是讲到内西，有的会说成内西，也是。捏西，这2个意思都一样。捏西后是颠内，都是在讲语格。语格的藏文的名称，有人会讲捏西，有人会讲颠内，这2个都在讲语格。语格的名称啊。这个表格哈， 8格助词那个表格，那个颠没有那个前加爬，这个没有吗？颠内。对，为什么没有前加爬？因为讲到颠本身是一，对不对？一它是一个动词嘛，颠颠，那动词
变成名词，颠念，颠念就是名词，所以动词几乎大部分用在名词上面的时候呢，它一定要用现代式，这就变成颠念的那个没有前缀字。但是这边只仅仅说颠，就是一动词，那就是它可以加前缀字。就像这边所讲的，牛骨铁，喇叭耶稣，颠把俺，捏吧，一诺，牛骨铁，喇叭耶稣，颠把俺，捏吧一诺。这个俺就是后，也是我们语文法里面的用法，后面会讲到。牛骨铁所谓的这个笔，对不对？喇叭耶稣颠，喇叭耶稣的这个笔是依于左手，右手，对，依于右手，或者是这边我们讲放在右手，或者因为颠就是一的意思，所以直接讲的话，这个笔呢是依于右手，或者是指与右手。指也是放的意思吗？对，可以。颠把捏牛骨的来回的颠把捏一弄。牛骨的喇叭也是颠把捏，这加一个把比较顺呐。对，加一个把比较顺。牛骨的喇叭也是颠把捏吧一弄，这边加一个把比较顺。这个捏后面加一个把。捏把也可以讲约把，这个笔呢要在右手，好，没关系，打个标记站就可以，把的之后加可以，现在不加没关系，把这个有个标记就会知道这边要加，这样就可以，这个标一下就可以了，到这里我们这个是17，到这里我们讲到格里面第2格有教过吗？第4格有教吗？第7格有教，所以接下来是2格，属于2格的有一个定义，就是同步的、同时的，还有个这个时间的状态。那这个是接下来会讲，我们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吧，就学歌词，你们会忘记，快要到了，是。
这个不用急，不就是觉得，嗯，有的人会觉得难嘛，会觉得不用，我慢慢会熟悉的。刚开始会这样，但是因为没有练习，如果是这种的话，一定要做很多作业，就是说叶格的比喻啊，还有是作格的，要写很多作格的例子，或者叶格的例子啊，这样才会学的。那个邓宝昂是不是把它本来可以分开昂跟把分开写，是不是可以这样分来？嗯，是不是？颠把，连在一起叫把昂吗？颠把昂，那我说邓把昂是说把昂那个把昂两个字本来是可以分开，是不是？加个点。原则上不能分，你要不要加这个颠把昂？它就是代表或者什么？对，就那个或。对，没错。你们拿话筒唱吧，看你们唱，拿话筒。你有唱吗？对啊，这样就好了。他的声音好听。写在冰箱上，开冰箱就念字，你看不到字。
로중 지기마 쇼소 다기 심제 탐제라 이신 노부 레라 된자 두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바르 진바 쇼 강도 수단 조베 체 다니 근레 시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바르 진바 쇼 전람 근도 랑규라 도지 녀무 제마타 다시마루 제베나 된다 돈에 도바쇼 란싱에 심제니 디두 차베 뇌통제 린진데다 체와시 니바 가웨 진진쇼 달라 신기 차도키 시고 라소 미리베 총가랑기 렘바타 예가 셴라 비와쇼 칸라 다기 펜다베 레와치와 강시기 신도 미리 뇌체나 신예 당발 다와쇼 도낭외당 규바이 펜데 만랑 꾼라베 마에 뇌당 동예 꾼 세웨 달라 렘바쇼 아상웨 달 대다 꾼야 쉐게기 도베 티메 마바시 쉐근 주마르 쉐베르 시미 청와 레드쇼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刚好是8点。那是我。